點解有啲基金你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唔好以為基金得一種，其實投資世界分開咗大眾席同 VIP 房。今日理財貓貓同你一齊睇睇佢。首先介紹大眾席，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公募基金，佢就好似商場入邊嘅時裝店咁啊，所有人隨時行入去都買得。喺香港呢啲基金受證監會 SFC 嚴格監管，資訊披露要求極高，最重要係佢有託管銀行做第三方睇住個金庫，就算基金公司執笠，你啲錢都唔會消失。至於 VIP 房呢，入邊就係私募基金，呢度係私人裁縫嘅高級定制，只係開放俾特定嘅專業投資者，入場費通常都要過百萬甚至千萬，因為入邊都係老江湖，監管嘅機構會放手俾經理自由發揮，所以投資嘅策略呢係可以好進取，目標係追求更高嘅回報，不設公開披露嘅要求，相關嘅資訊都係由投資經理按翻基金文件同埋協議約定向投資者提供，所以公募基金呢就係求穩定同埋透明，私募基金呢就係求更高嘅回報。